大家好，我係偉仔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部我最近用得好密嘅美容儀器，就係 Yamen 嘅熬夜閃修儀。今日會同大家詳細分享下呢部機嘅原理、偉仔嘅使用方法、適合邊類人士、值唔值得入手等等。開始之前，歡迎大家追蹤呢個頻道以示支持。事不宜遲 ，Let's go！大部分都市人都慣咗成日夜瞓捱夜，皮膚狀態時好時壞，尤其是朝早起身嘅時候，塊面容易浮腫、暗沉、毛孔粗大、膚色唔均勻等等唔同嘅情況，搽極護膚品都好似冇乜用咁。主要嘅原因係皮膚長期都處於假性疲勞嘅狀態。如果你唔正視呢個問題，久而久之就會令到你整體嘅膚質越嚟越差。今日介紹嘅係 Yamen 嘅熬夜閃修儀，顧名思義，主要針對成日熬夜嘅人士而設。呢部儀器同時結合咗 EMS 變頻微電流、LED 護膚、28倍熱感導入呢幾種唔同嘅技術去幫你皮膚急救。儀器有3個操作模式，能夠做到即時急救同埋長期護膚嘅功效。即時急救方面，亦都係呢部儀器嘅其中一個主打，可以朝早用 daily 模式去提拉換膚，包括11種變頻微電流去改善浮腫，波長505nm專利綠光去淨白肌膚，仲有熱感速滲技術去進行根源嘅修護。簡單啲講，朝早一開機，只要3分鐘就可以同時幫你刺激肌肉、提升循環，再配合導入同 LED 光護膚，令到你熬夜嘅浮腫、疲勞一掃而空。用咗3分鐘之後，明顯睇得出兩邊面頰細咗1個碼。所有水腫、浮腫完全消失晒。除咗急救，熬夜閃修儀亦都有長期護膚嘅功效。夜晚用 Aging 模式，9種變頻微電流拉提深層嘅肌肉，630nm 高能控光抗老嫩膚，同樣都配搭埋熱感速滲技術去進行根源嘅修護。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兩種模式都有熱感速滲技術？呢個技術能夠做到28倍速滲，能夠將護膚品快速有效吸收，咁就可以大大加成護膚品嘅功效。熬夜除咗浮腫同埋衰老之外，仲有另一個敵人，就係生暗瘡。呢部熬夜閃修儀同時配備埋 Acne 模式，專利藍光可以減少油脂分泌，抑制暗瘡。熬夜閃修儀嘅操作非常之簡單，機身有3個掣，左邊掣係開關同埋選擇模式，中間掣係選擇面部或者眼睛部位，右邊掣選擇強度大細，有3個強度。見面之後，搽上你平時使用嘅護膚品，就可以使用儀器。一開始長按開關，選擇好使用 Daily Aging 嘅模式，就可以喺面部使用。操作嘅手勢主要都係由內向外，而 Acne 模式向暗瘡或者出油較多嘅地方定點護理。一開始我哋根據翻官方嘅教學影片去使用，之後慢慢開始用耐咗，我就會將 Water Base 水狀嘅護膚品直接滴喺度頭上面，再進行操作。我覺得咁樣嘅微電流感覺會再強烈啲，效果應該都會再勁啲。使用效果對比方面，或者一般使用美容儀器都會用個零2個月之後，就會再影翻前後對比圖，睇下有咩分別。因為一般美容儀器都係大概用咗1-2個月之後，先會有明顯啲嘅效果。不過 Yamen 聯絡我嘅時候，叫我用完 Daily 模式之後，都影一影 Before After 嘅相。我自己就心諗 Daily 模式區得3分鐘，會唔會用完之後 Before After 係冇分別呢？非也，用完3分鐘 Daily 模式之後，睇得出我嘅下顎線明顯咗好多。輪廓清晰咗，水腫亦都消咗，成個面就好似細咗1個碼咁樣。對我嚟講，尤其是係下半截嘅輪廓係清晰咗勁多。另外用咗1個月 Aging 模式之後，睇得出膚色白淨咗，苦紋淡咗，整體膚質都有改善，尤其是我嘅雙下巴更加明顯地細咗好多。咁大家記得同我一樣持之以恆，勤力啲使用啦。有缺點方面，一般美容儀器最大嘅問題係需要好有耐性。做一次可能要20分鐘，仲要連續做個幾2個月先至會有少少嘅效果。但我覺得而家大部分人最大嘅問題係1個字：懶。呢部熬夜閃修儀最大嘅優點就係每一次療程都係3至5分鐘，非常之 user friendly， 唔需要每一日都要用20分鐘，操作時間短咗，令到大家更加有動力去使用。第二，熬夜閃修儀有16種變頻 EMS 都係非常之值得推薦。偉仔 EMS 部美容儀器都有啦，有咩特別啊？大部分家用美容儀器嘅 EMS 微電流都係單一頻率，用耐咗之後，肌肉就會慢慢習慣，就好似做 gym 咁，效果會越嚟越弱。而 Yamen 呢部機嘅16種變頻 EMS， 短短幾分鐘嘅療程會轉換唔同嘅頻率，令到肌肉唔容易習慣，從而刺激深層嘅肌肉，令到效果更加有效。第3個優點係唔使成日去廁所。吓，偉仔你講乜嘢啊？我以前起身為咗提神同去水腫，每一日都會飲齋啡，有時甚至會飲2至3杯。去水腫效果慢之餘，仲要成日去廁所。而家用咗呢部熬夜閃修儀，去水腫就更加快同更加有效啦。第4，呢部儀器有3種高能強效嘅 LED。
我之前都以為呢部美容儀器嘅 LED 同其他美容儀器都係差唔多，但為咗求知嘅精神，我比較咗呢部牙野閃修儀同埋其他美容儀器嘅 LED， 好明顯睇得出強度嘅分別。有強效嘅 LED， 皮膚先可以實實在在咁樣吸收得到。第五，呢部儀器唔需要專用嘅凝膠，好多美容儀器最麻煩係一定要配搭埋佢哋嘅專用膠，指定膠唔一定適合每個人嘅皮膚需要，而呢部儀器可以配搭埋自己用開嘅護膚品，非常之方便。第六，儀器裏面28倍熱感速滲技術。頭先講呢部儀器唔需要專用嘅凝膠，咁當然就係配搭翻自己嘅護膚品。好多人平時可能前一晚都會敷面膜，第二朝起身化妝都會棘粉，但係而家夜晚用着 Aging Mode， 明顯感覺第二日皮膚嘅細紋水潤程度比之前好。真係有體感上嘅差別。至於值得留意嘅地方，就係呢部儀器使用嘅時候要分清楚導頭嘅方向。我一開始用嘅時候，用下點會冇咗電流呢？先至發現原來導頭係有分操作面，呢一面有花紋就係操作面，呢一點都要留意翻。第一類適合嘅人士係長期熬夜同朝早容易有水腫嘅朋友，每日朝早3至5分鐘就可以以精神嘅狀態出門，非常之方便。第二類想抗老緊節嘅人，儀器嘅 Aging 模式能夠長效改善膚質，加埋 Daily 模式去水腫嘅功能，就可以令到皮膚長期飽滿緊緻。第三類適合嘅就係各位男士，好多男仔護膚都係追求快靚正，呢部儀器每一日使用幾分鐘，仲要配搭超大嘅護理導頭，快靚正之餘，仲可以用喺肩頸等等嘅位置，而 Any 模式更加可以照顧油性暗瘡皮膚，一舉數得。我之前嘅美容影片都有提過，家用美容儀器嘅第一大原則就係勤力持之以恆使用。Yamen嘅牙野閃修儀操作時間短，碌一次面幾個技術就同步進行，有非常之高嘅 CP 值，係一部令人唔抗拒甚至非常之樂意使用嘅美容儀器。我個人認為非常之值得入手。喺6月期間，喺 Yamen 官方網站選購牙野閃修儀可以以港幣2980選購，同時再送你住養儀一部、無絨收納包1個，同埋營潤面膜3盒。偉仔，仲有冇其他優惠啊？有，輸入偉仔專屬嘅優惠碼，之前送嘅營潤面膜將會由3盒變咗做5盒，大家記得好好把握呢個優惠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差唔多啦，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問題，或者都想分享下對呢部儀器嘅感想，歡迎喺下面留言。最後歡迎大家追蹤呢個頻道以示支持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